师来说，入殓无小事。等会儿，这是王丽丽吗？这是王丽丽。我记得王丽丽是25岁的音乐老师啊。你有病啊！王丽丽是吧？帮我搭把手，我这手骨折使不上劲儿。师傅，肖桂敏的遗体弄反了。亚兰姐，你送的遗体呢？啊，放心哈，已经在火化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我们上山，快点儿！看你这身弄的，主持人，丽丽怎么还没到啊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？麻烦您再稍等一下。我说过多少遍了，遗体在被运走之前一定要仔细核对身份信息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他不懂，你也不懂啊。那遗体真要是被火化，他就会给他们留下这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我说我在殡仪馆做化妆师，给遗体化妆的化妆师，听清楚了吧？谁在殡仪馆做化妆师？你谁呀你？那个，哎呦，哎呀，可以了是吧？怎么回事？不认你谁呀？他说他的殡仪馆化妆师。没有，我们家姑娘她过来拿个钥匙，你们听错了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化妆师。废话呢？哎，行了，喂，怎么了？啊！你确定什么？你看这情侣了，这个怎么走？他干什么工作不好啊？你非让他干这个，到殡仪馆去给死人化妆，先有个事儿干起来不挺好的吗？好个屁！我是开婚纱铺子的，要是周围人知道他干这个，我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啊？干这行怎么了？不偷不抢的，别人也就算了，你是他妈妈，你怎么也不理解他呀？我就这么大能耐，你有本事，你再给他换个工作。你把东西给我收拾好了，以后别有事没事往家跑。放心，不会再麻烦你的。